Hello，大家好啊！今日係2025年11月1號，我係 Anna， 同埋4位好朋友去旺角食268蚊中式火鍋放題，共同慶生。Like、comment、share 同記得 subscribe 我 channel 啦 ！Let's go！ 喺旺角港鐵站 E 出口，然後直行，見到家樂坊登打士街過對面馬路，轉左，然後行2分鐘。跟住喺士街56號上8樓就係呢間美之鍋，係一間食火鍋放題嘅餐廳，不同時段有不同嘅收費。食120分鐘呢，時間比較趕急。飲呢嘅時間呢，有小食同埋花果茶嘅供應，好開心！我哋4位呢約埋一齊慶生。今日係訂咗6點鐘2小時。餐廳係屬於中型嘅江晚新裝。入門口第一排有3部嘅冷凍櫃，有各式各款嘅汽水、樽裝嘅飲品茶、生果味嘅罐裝汽水，連韓式都有。右邊係放食材嘅凍櫃，上面有生淮山、蟲草花、金菇。凍櫃入邊呢，有常見新鮮嘅蔬菜，冬瓜同蘿蔔都有。仲見到蓮藕、枝竹、水柚、芋絲、豬皮、豬肚、筍同埋豬紅。另外個櫃頂呢就有冬菇、粟米同埋山根。另外個凍櫃裏邊有少量嘅蔬菜、腸仔、蝦條、魚角同各式各樣嘅丸類。行嗰啲呢就有出前一丁、鮮炸響鈴、炸魚皮同豆腐角。最尾呢就有鮮橙、西瓜、哈密瓜同埋火龍果。第二條呢就有豆腐花、缽仔糕、各式各樣嘅生果撻同埋花生料結糖，仲有朱古力同埋香橙曲奇。有一部 self-serve pancake machine、wave and watch pancake cup。另外有部 Nescafe 嘅自助咖啡機。仲有多款口味嘅 Coco Berry 雪糕。後邊嗰條拉呢就有凍嘅洛神花茶、烏龍茶、甘蔗水嘅茶飲機，仲有水蜜桃同百香果沙冰嘅飲品機。小食就有碗仔翅、咖喱魚蛋同埋手撕雞。冷盤有凍螺肉、小八爪魚、枝豆、中華沙律、番茄仔同埋冷麵。仲有各式各樣火鍋配料嘅醬油都係好齊備嘅。連紅醋都有，又寫住自家製燕窩甜品，每日新鮮製作嘅各款甜品。另外一個凍櫃呢就裝住其他款式嘅甜品。有一個長台吧呢，就係做即叫即做嘅雞蛋仔、夾餅同埋窩夫。今日出邊嘅自助吧呢，全部食物就係咁多，唔算太多選擇。咁開心嘅日子，我們在此祝大家生日快樂，身體健康。係用 iPad 落單嘅，我哋今日係選咗268蚊一位，120分鐘，時間好緊迫。湯底係選咗醉雞鍋。一開始店員已經擺低咗啲湯，以自助形式加湯。飲品呢就飲咗甘蔗水、五花茶、烏龍茶、可樂等等。碗仔翅就偏鹹，咖喱魚蛋味道一般，手撕雞就好食。凍螺肉八爪魚味道唔錯，中華沙律、枝豆薯仔絲味道正常。燕窩燉蛋夠滑，有蛋香，略嫌太甜。都選咗大沙把、鯇魚腩、牛柏葉、蝦滑、蝦、豬潤同三黃雞件。食材選擇唔算多嘅，有美國精選肥牛同埋羊肉卷。肥牛呢係略大肥，仲點咗田園鄉村嫩豬花肉，都係好肥。大沙把呢都冇沙嘅，竹籤花竹蝦呢都好夠新鮮。都點咗韭菜餃同埋白豆腐。西洋菜同生菜呢都夠新鮮，味道鮮甜好食。自助區呢就攞咗芋絲、豬紅、枝竹、水柚等等。仲有蝦條、豆卜、新鮮炸嘅響鈴同炸魚皮。時間真係好緊迫啊！個鍋呢都要20分鐘先滾。今餐最好味呢就係個美國肥牛，肥美好食，其他都冇乜特別。食材嘅選擇真係唔多㗎，
沙板呢就冇沙嘅，蝦都好鮮甜，豬潤都夠新鮮。羊肉卷就冇騷味嘅，但係肉質就一般。三黃雞卷呢都尚算嫩滑，有雞味嘅。豬腩肉都腍滑。鮮仔韭菜餃味道唔錯，蝦滑同蝦條都好爽滑。豬皮同枝竹都好腍滑嘅，豆腐都好嫩滑。生菜同西洋菜呢都好新鮮鮮甜。甜品冇康寶啲呢就麻麻地啦，得個甜字。Coco Berry 雪糕呢就要焦糖味最正，豆腐花都唔錯。其他味道嘅甜品呢就比較普通，我哋都未食完，因為有下一場嘅關係，已經被邀請離開啦。以295蚊連加一位嚟講呢，120分鐘，時間真係好緊迫。今日分享係咁多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